很久没拍蛇的视频了，今天终于发现一条我没有拍过的蛇。大家可能不知道，但你一定听过一句广州话：水写春咁長。今天晚上我们有许多的朋友一起在自然观察，包括一位美女，你看她正在拍，但是她的手机没我这个漂亮。这次的视频是使用小米13 Ultra 去記錄的。水蛇喎，好耐冇見啦，起碼10幾20年冇見啦。我哋細個嗰時咧就好中意荷花池啊，或者喺田邊啊、水溝入邊咧好百厭噶嘛，中意揾漁網啊撈魚之外，仲可以撈到水蛇噶喎。點解而家越嚟越少咧？第一個，如果喺農田邊啊，同埋一啲尤其係農田嘅地方啦，啲農藥啊或者藥物嘅過度使用啊，可以令到佢哋其實消失咗一段時間嘅，淡出我哋視野好耐噶啦。咁咧，另外一啲比如一啲城市嘅公園啊，尤其一啲荷花池啊、水塘啊咁樣，尤其啲景觀類嘅荷花池或者水塘啦，經過城市化改造之後咧，好多我哋嘅原生動物其實已經係離開咗我哋嘅視野噶啦，所以好難得見到。居然今日有水蛇，中國水蛇啊！其實一種好俾我哋忽略咗嘅一種好有趣，而且都幾靚嘅一種小型嘅蛇類啦。其實佢未長到最大嘅喎，佢長到成70-80公分咁大條嘅。嗱，佢遇到我哋干擾佢嘅時候咧，佢就會縮埋一嚿，將個頭捲埋，然後咧就佢會扁起個身，就好似咁，哇！好惡！佢展開個肋骨，顯得自己好大條咁樣嚟嚇我哋咁啦。嗱，其實佢好惡嘅。都幾惡㗎，其實都。仲聽人哋判斷呢條應該係一條雌性，而且啱啱係生產完嘅。水蛇係生仔嘅，以前嗌卵胎生啦，而家有個新詞叫做產子繁殖喎。嗱，佢後邊咧係非常之好鬆弛啊，個後邊嘅後半身個腹部應該係，因為按照呢個季節嚟講，已經係7-8月咧，佢應該啱啱生完仔冇幾耐㗎啦。其實我點話佢好靚咧？其實佢真係好靚嘅，因為嗱，你睇下佢嘅側邊有一條粉紅色嘅線，同埋腹部咧係有一黑色同埋黃色咁樣嘅相間嘅紋路啦。而且佢個頭，如果用微距影落去嘅話，就好似南美洲嗰隻綠水蠅嘅喎。哇！佢想咬我。其實水蛇係一種後溝牙嘅走佬毒蛇，點解佢走到呢條渠度咧？我估計嗱，呢度係時不時會有長期嘅水流咁啊，尤其平時應該會啲水應該會嚟到呢度嘅，所以我哋前面都見到好多嘅水生嘅動物啦，譬如小水蛙同埋蟾蜍咁啦。有窿喎呢度，睇嚟佢都好熟悉呢度嘅環境啊！嗱，呢度其實有好多嘅石啦。佢就棲息喺度噶啦，由佢走啦。今年入夏之後咧，廣州嘅天氣就非常之炎熱，所以呢度就係斷咗水一段時間。當然應該就唔會話太耐嘅，不過呢啲咁嘅石罅啦，俾到佢可以躲避到呢個炎熱嘅季節。從這個角度可以看出大疆的東西是多流行啊！我們今天晚上拍野生動物，也有大疆最新的 Action 4運動相機出現了。有氧是商業互捧嗎？